可以的哈。啊，妍希是妍希吗？是妍希吗？对哈，妍希你好。哎，妍希今天来这里上什么课知道吗？知道。你上什么课呢？是不是上哈嘎发上客家话课？哈嘎发是吗？是吗？是哈。哎嘿，口罩拿一下哦。妍希长得按讲，长得很漂亮哦。老师看到你的脸了哦。好，妍希看得到老师吗？看得到哦。好，那妍希老师先自我介绍哦。老师姓詹啊，老师姓詹。好，那你要叫我什么呢？你有看到吗？老师姓詹这个字没看到啊。好，那你叫我们客家的老师叫做先生。好，你讲一下先生，妍希讲一下先生。哦，安强，哎，很棒，讲得很标准哦。我们再讲一次哦，先生。哦，安强就是很棒啊。所以以后你有问题要问我，就举说张先生。好，讲一次张先生。哦，100分，安强100分哦，妍希好棒哦。好，那妍希知道今天要上客家课，我们要上饶平的客家话也知道哦，跟你一起上课的老师是张先生那妍希和老师一起学习有不懂的可以随时把手举起来，老师就知道，我会再多说一次，这样可以吗？可以哦，真棒哦，好棒好棒。好，那老师来问你哦，妍希，你还记得你早餐吃什么吗？早上你吃什么？吃什么东西？想想看，还记得吗？什么东西？再说一次，老师没有听清楚。蛋糕吃蛋糕哦，给人个哦。妍希整正是给人个。好，我们蛋糕客家话，我们跟着老师念一次哦，给人个。好，那个 long 嘴巴圆圆哦，再一次哦，给人个。哦，妍希懂强，很棒。好，我们来复习咯。刚才老师有教的哦，一个是先生。嘿，你看会讲先生我是先生。好妍希刚才老师有讲哦，妍希请做什么改？妍希早上吃什么呢？妍希跟先生讲，是给人个，来念一次，给人个，来个讲，嘿，刚好是给人个好，那你请好什么个东西？妍希最喜欢吃什么东西呢？妍希最喜欢吃什么食物呢？你请好什么个东西呢？想最喜欢吃什么？跟老师说。嘿，最喜欢吃什么？好什么个东西呢？蛋糕。哦，很好吃蛋糕，给人个。好，我们来讲一次哦，给人个。嘿，很好。所以要先生讲哦，你请做什么改？那妍希要回答先生讲，是给人个吃蛋糕。那老师在问说，你好什么改？你喜欢吃什么？那你还是说给人个来看这边哦，看得到吗？这样子看得到老师的卡吗？看得到。好，请做什么改？好，老师问你说，你早上吃什么？那你要说，
你要回答我哦。我讲完的时候，你要说给人狗。我们开始了，好不好？可以哈。好，先生讲咯。请做什么改？给人狗。我们再一次好不好？可以吗？哈，我们再一次，很棒哦。啊，再一次啊。请做什么改？哦，很强哦，妍希真的很强，好棒哦。好，第二个哦，先生要问你哦。你骗哦，你看先生你骗哦。好什么改？你喜欢吃什么？刚才你有回答咯，讲一次咯。好什么改？好什么改？喜欢吃什么？给人狗。好，妍希讲一次哦，哈，给人狗。哦，懂强。先生跟我们100哦，老师再问一次哦，好不好？好，很棒哦。好，好什么改？给人狗。哦，懂强。好，妍希请做些给人狗，就请好些给人狗，懂强啊。好，给人狗要发的很标准哦，一个一个跟着老师的嘴巴哦，来。给，好，嘴巴拉开，给，乱，嘴巴圆圆，哦，懂强，很棒很棒，再来哦，狗，圆圆的哦，狗，给人狗，嘿，懂强，好，你先生问哦。妍希屋企有几多人？妍希的家里有哪些人呢？你家里有谁呢？家里有谁？妍希有谁？家里有谁？有弟弟吗？有哦，妍希还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老太，还有谁呢？爸爸妈妈。哦，有阿爸、阿咪哦。所以妍希家里有4个人，一个是阿爸，是爸爸，跟着老师念一次，阿爸，哎，懂强，懂好哦，讲得很棒。阿咪，哦，阿妹，很棒，还有妍希，还有一个是老太，嘿，老太，妍希有老太，哦，我看有4个人哈，哦，妍希懂强，先生讲多不少，懂强啊，哦，你们过来复习100哦，复习100哦，啊，先生拿卡过的啊，你看有看到嘛？有看到先生嘅字嘛？有嘛？好，提一提啊，请做什么改？给人狗哦，安强自家讲，很棒，自己说了哦，听一记哦，好什么改？给人狗。哎，懂强哦，好，我看见好什么改？我看见好什么改？好，那你们现在来教这个部分哦。阿爸好什么改？妍希的爸爸喜欢吃什么呢？阿爸好什么改？妍希的爸爸喜欢吃什么呢？喜欢喝饮料吗？你爸爸喜欢喝饮料吗？不要听到老师说的话呢。妍希，你爸爸喜欢喝饮料？有没有听到老师说的话呢？有噶有啊，有没有听到声音？有啊，好。那爸爸喜欢吃什么东西？
还是和你喜欢蝶龙是吗？还是别的东西？可以告诉老师吗？想不起来是吗？暂时想不起来是吗？好，那我们先回到妍希喜欢吃的东西就好，好不好？爸爸的，还有Lotte弟弟的，还有阿咪的。下一次你回去哦，你回去问他们，下一节课再告诉老师，好不好？好不好？好啊，哦，好，那我们就下一次你要回家问他们哦，那老师下一节课问妍希哦。哦，好，那我们现在呢，因为妍希讲的很棒，都懂哦。那你现在呢，放一个动画给你看哦。好，来，牛奶。哦，董强，牛奶，你讲100了，再说一次，牛奶。哦，俺voi，好，我们学第二个东西了哦。啊，第二个东西啊哈，好，这个宝，哎，宝，哎，董强，哦，你过来讲100，哦，宝，好，第3个哦，第3个哦，妍希很清楚哦，等你哦，这个哦，好，牛奶，好，牛奶。哦，你好，先生讲哦，先生讲，你是乜解？妍希讲，你是牛奶，这是什么？你是乜解？哎，妍希回答说，你是牛奶，这是牛奶。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好，来先讲，你是乜解？你是牛奶，来妍希讲一次。你是牛奶。哦，你是牛奶。现在问100哦，老师再问一次哦。哦，你是乜解？牛奶。哎，等候，好，先问哦。你哦，老师问哦，你是乜解？你是乜解？你就讲宝。等候，再次哦，你是乜解？好哦，按voi按讲好，接下来哦，接下来这边哦，你是乜解？牛奶哦，讲一次来，你是乜解？哦，董强100分啊，好，好不了，我们接下来哦，看这里啦，妍希有看到吗？有看到吗？有哈，好，换这个哦，这个呢，你是高级，哎，很好，后面那个字嘴巴要闭紧紧哦，高级，哦，董强，好。你是高级哦，哦，来，慢点改哦。有看到吗？有看到吗？哦，很好。你是喷，嘿，嘴巴圆圆的哦。再一次哦，喷。哎，懂好，懂强啊。好，过来讲100，高级，喷。好，慢点喷哦。你看那东西哦，有看到吗？你有看到吗？好，那你现在看这里哦，细嗅，哎，细嗅就是零食啊，零食很多细嗅。妍希讲100，细嗅，细嗅。再来一次，细嗅，哎，等候，好了，高级，
高潘潘细秀细秀哦，先生要问哦，老师来问哦，啊，妍希要回答哦，妍希要按来哦，哦，俩是乜解？这是什么啊？妍希要讲高级哈，俩是乜解？高级哦，100分很强啊！俩是乜解？俩是乜解？潘潘哦，跪拜哦，再一次哦，俩是乜解？潘哎，100分。好，下来哦，先生问哦，俩是乜解？要讲细秀哦，哈，俩是乜解？细秀哎，细秀懂吼哦，哦，那种色的东西，最后2个哦，有看到吗？有看到老师比的地方吗？有吗？有妍希你看懂哈？好，那我们现在哦，这个是痛，痛哎，痛，甜蜜蜜的痛哦。好，过来哦，面包，面包哎，面包，面包哎，懂吼？痛，痛面包。面包好，先生问哦，俩是乜解？痛哎，圆一点，嘴巴再圆一点，痛。痛哦，100分。俩是乜解？痛哎，懂吼？俩是乜解？面包。俩是乜解？面包。哦，懂吼？哦，你要是先看哦，有按照该妍希会讲的哦，哦，妍希会说这么多个啊、哦，跟着老师一起来复习哦。好，这个呢，牛呢，牛奶哎，懂吼？饱，好头呢，牛奶好，再来高级，高那个后面的嘴巴要闭起来，嘴巴闭起来，高级。高级好，再来潘，盘嘿，细秀，细秀嘿，细秀，好，过来痛，痛痛，嘴巴圆圆哦，哦，这样圆圆，痛，痛不是痛，不是痛，痛，嘴巴越打越开，痛，痛嘿，痛，再念一次，痛，痛嘿，懂吼，好，来面包，面包哦，妍希很强哦，啊，很厉害呢，现在来看吼，看你听哦，看那个动画哈，看来放可以放吗？来给他看一下，可以吗？脑片的，阿公，哎，请问你洗澡好吃吗？噶？門嗌後生乜街？等一下，從頭一句公，请问你洗澡好吃吗？噶？啊，妍希有看到动画吗？有有哦，刚才那句话哦，你要听清楚，老师说一次哦。阿公，请问洗澡好什么解？洗澡就是吃早餐的意思哦。那这个小朋友呢，问这个他的阿公说：“请问你早上吃什么呢？”这样的意思哦，哈、再听一次啊、哈。門嗌後生乜街？你想請阿公阿公，请问你洗澡好吃吗？噶？所以妍希这样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知道那你讲给老师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刚才那一句话是什么意思？阿公，请问你早餐吃什么呢？是不是这样呢？是啊，好，妍希再听一次哦，啊，再听一次哦。请问你
洗澡好湿吗？嘎，好，妍希，这句话是说什么呢？老师问，老师说，你来回答好吗？好，阿公，请问你早上吃什么呢？是这个意思吗？是吗？是阿公，请问你早上吃什么呢？是这样的意思吗？是是哈，哦，好棒，妍希听得懂哦，好棒哦。好，我们接着哦，我们接着听到第二句哦。門嗌後生乜街？你想唱阿公識起冇？好，这句话呢，老师解释给妍希听哦。哦，门爱好什么改？爱就是我，问我喜欢吃什么，是吗？哦，有听到声音吗？有妍希有听到老师的声音吗？有有哈，好，很好。母爱好什么改？祖父就问说：“你问我喜欢吃什么？”哈，下面那一句说：“想请阿公吃什么？你想要请我吃？你要想请祖父吃是吗？哦，你问我吃什么？你是想要请我吃是吗？这样的意思啊、好，来，我们再放一次啊、老师再放一次啊、唔係啦，先生講我洗澡，你想唱阿公識起冇？唔係啦，嘎，門嗌後生乜街？你想唱阿公識起冇？好，我们现在从头了哈，从头。这样哈，妍希，妍希有在那里吗？有哈，老师放一次喽。阿公，請問你洗澡好濕嗎？嘎，哎，这句话就是說，这个男生呢，这个小男生呢，他跟阿公讲哦，说阿公，你早上吃什麼東西呢？你的早餐是吃什麼呢？然後阿公回答他哦，阿公回答他第二句哦，門嗌後生乜街？你想唱阿公識起冇？妍希聽得到聲音嗎？听得到，好，那第二句就是說，祖父就問那個小男生說：“你問我喜歡吃什麼？你想要請阿公吃是嗎？你想要請祖父吃是嗎？”是這樣的意思。這個對話哦，這兩句對話是這樣的意思哦。哦，好，我們看第三句哦。哦，唔係啦，先生講我洗澡，脫水到洗醬油煙氣，嘿，這句話唔係啦，唔係就是說不是啦。先生講，老師說什麼呢？愛洗澡就說要吃早餐，脫水做事長有元氣。那念書呢，做事啊，這樣子我們才會有元氣哦，我們才會有精神哦，這樣的意思哦。哦，這句話我們再放一次哦，妍希要再認真聽一下哦。唔係啦，先生講我洗澡，脫水到洗醬油煙氣，嘿，再聽一次哦。哦，妍希老師再放一次哦。唔係啦，先生講我洗澡，脫水到洗醬油煙氣，哎，老師說呢，要吃早餐呐、然後做事這樣才會有精神哦。好，那我們再看看哦，小男生說哪一句話哦？周二將太架調查不行人，洗澡好濕嗎？嘎，哦，所以這個小男生說，所以我們要調查你們家裡人，不喊音是家裡的人，你們家裡的人，像妍希家裡有誰呢？有阿爸，有阿咪，有妍希，有 Lotte。好，你們在找好什麼改？早餐的時候，大家喜歡吃什麼東西呢？哦，所以他要調查家裡的人喜歡吃哪一種早餐啊？好，我們接下來哦，哦，
原來係咁樣，我好識盤防亂暴。所以这个祖父说，他说哦，原来是俺哟，原来是这样哦。啊，我呢喜欢吃乱宝荷包蛋呐、所以这个阿公他喜欢吃什么呢？喜欢吃饭配荷包蛋啊。好，很快把它带过来给你看影片啊，把影片里面的复习练习哦。好，看下一句哦，练习有注意吗？是点下一句喽。好，这一句呢是一个小女生，她说，我的阿妈好什么改？我知道，奶奶你喜欢吃什么？阿妈好是彩跳板，奶奶你喜欢吃萝卜糕哦。这小女生这样说，哦，奶奶怎么说？阿媽好食乜雞？嘿，阿媽好食彩跳板。嘿，好些彩跳板哈，再来哦。阿母真係愛嘅心肝呢，有個臭臭。好，这个奶奶好开心哦。她说：“哦，阿鱼阿布哦，这个小女生名字叫做阿鱼，阿布，真的是我的心肝宝贝呢。哦，一猜就猜对了哦，这样的意思啊、哦。好，那爸爸说什么呢？阿母，跟你的阿爸好些乜嘅麼？好，爸爸就问这个阿布阿鱼这个小女生哦，你知道爸爸喜欢吃什么吗？阿爸好食飽兒，尤其係香噴噴嘅豬肉堡。所以小女生的我知道，爸爸喜欢吃包子，然后呢是香喷喷的猪肉包。阿爸好食飽，尤其係香噴噴的豬肉堡哦，猪肉包。这个呢就是等一下会放的那个动画。那老师呢，因为刚才动画有点那个，老师先把它解释。然后我们现在要跟这个妍希一起来看这个动画，哈，妍希，我们一起来看动画好不好？好，好。阿公，想问你洗澡好吃嗎㗎？唔係好些乜嘅？你想請阿公食起麼？唔係啦，先生講我洗澡讀書都使長有演戲，所以請大家調查不下人洗澡好吃嗎㗎？哦，原來係咁樣，我好識盤防亂暴。我的阿媽好食乜雞？阿媽好食彩跳板。阿母真係愛嘅心肝呢，有個臭臭。阿母，跟你的阿爸好些乜嘅麼？阿爸好食飽兒，尤其係香噴噴嘅豬肉堡。哈哈，冇唔錯，食飽兒幫頭呢，一定好食。阿咪，請問你好吃嗎㗎？大粥無限吃茶，細麵包嘅牛奶，營養又豐沛。阿姐，你好吃嗎㗎？我好食漢堡老高豬。大家好吃嘅東西，全部強咗。阿哥，營養冇冇愛，好食乜雞？唔是妹妹的，你好吃痛兒。阿母，湯係冷答，做唔得準盤食。我哋阿媽，你唔好睇，阿哥青菜個。阿咪，請叫冇食到你做嘅彩跳板呢？聽講禮拜六，慳慳來打一場彩跳板食。阿媽，我老你聽少。老啦。四川四川，这个地方，哎，妍希有看到动画了啊？好，那老师刚才有要妍希回去问家里的人喜欢吃什么，要问谁呢？问阿爸、
跟着我说一次，来，阿爸、阿咪，还有老铁，还有老铁是弟弟。要回去问他们说，他们早餐喜欢吃什么，好什么改。那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啊，先生会问你哦，先生会问哦。妍希这样知道吗？知道哦，妍希真棒哦，知道哦。好，那我们呢这一次的课程哦，到这边老师做一个生词的复习，我们就要下课了哈。好。我们做一个生词的复习，我们就要来下课了。好，来跟着老师来复习这个哈。来，牛奶，等候，饱，头奶，头奶是豆浆哈，头奶哦，果汁，果汁，饭哦，细嗅。零食哈，冷搭，也有人这样讲，有两种说法哈。再来，下面是痛，不是痛，嘴巴要越张越大，痛，嘿，等候，面包。哦，好，那回到台视讯这边，视讯是这个地方。好，妍希，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很棒哦。那个电脑比较慢的时候，妍希都有乖乖等老师，真棒，老师给他拍拍手，棒哈。来，那我们现在下课了哦。你下课的时候，你要不要谢谢老师和你一起学客家话？妍希要不要谢谢老师跟你一起学客家话？要啊，那你要我们客家话的谢谢，你要说心梦，有看到字吗？心梦，那心梦就是谢谢啊，你要说心梦先生，啊，我也要跟你谢谢心梦妍希哈，谢谢妍希，好啊，下礼拜过来上课哦，过来学客家话要平常。好，妍希，咱们再见，好，再见。